今日我喺深水埗食飯先，跟住同朋友揸電單車，一齊揸電單車。呢度通渠水道。今日電單車12蚊。應該呢度深水埗嗰輪灣，跟住應該呢度。我鍾意呢度呢個馬路，因為我可以望泰德同埋維多利亞灣嗰度泰德呢，泰德幾重，好靚好靚。跟住芒果嗰邊有乜嘅芒果？我唔知。應該芒果嗰邊 OK 啦。呢個 Mega Box， 我嚟咗香港之後，第一次嚟咗香港之後，我開咗 Mega Box 買裝床。芒果嗰輪成嘥佢，深水埗係芒果附近深水埗。深水埗應該呢度慢啲。哦，好酷！可能有香港嘅 vibe。我要醬油。餐廳應該呢度附近呢。而家我要探電單車廳泊廳。哎呦，好多人啊！
同朋友揸電單車超少呢，因為落緊雨，同颱風會嚟到香港夜晚。而家我要返屋企，不過返屋企之前，我要去加油站。新幹線、新幹線呢個居酒屋可能我唔知。我平時去Sino-Park，因為我有Sino-Park，屋企附近同我覺得Sino-Park平啲。如果你知邊個加油站最平，話我知。我有平30蚊4毫一。 X-Power X Power 14。 full 有冇優惠 X 卡？有。有裏面付款就出咗。俾錢入面。入邊俾啊 OK。俾 cash， 裏面俾。哦 card。卡。商業卡入 OK。不拼啊！唔該晒。加油站啊！哦，呢度 flower market。加咗油，就依家我返屋企。我希望可以返到屋企落大雨之前，颱風會嚟到香港 soon。呢度長啲，好舒服。而家返屋企啊！Shell PetroChina Esso。邊個最平啊？係香港油價油錢好貴，最平嘅方法咩啊？最平嘅有邊度啊？而家有價格30左右。哦，有咗。
睇落去好大雨，會嚟到先轉頭。哎呀，塞車唔係塞車，嗰度有綠燈燈，應該 OK 啊。開始落雨。開始落雨啊！大風。開始落雨，不過而家我會，Oh! Wow, that's close!韓國嘅颱風好大。而家我去東區隧道，香港島西應該 OK。Safe。頭先黐線。好多好大嘅葉落咗我前面，好危險。喺香港颱風嘅時候，我應該留喺屋企。嗰個話呢個颱風好細，不過好危險。